啊，那咱台湾这边确诊的病例18例拢是家庭感染，但是上新确诊的这例若无症头，而且体内的病毒量真悬，这个互真担心咯。都惊这个疫情传染的速度会变愈紧。也毋过，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王立明讲，也未实际来发生着群聚社区的感染，真正毋免伤过担心。另外，这个指挥中心嘛传出着好消息，确诊的18个病例，目前敢若剩1个搁咧发烧，其他的人状况拢真稳定。我们有第18个确诊的案例。台湾武汉肺炎病例确诊增加到18例，是之前已经确诊去意大利旅游翁仔某的细汉后生，确定是家庭感染。不过，伊嘛是台湾第一次出现无肺炎、无发烧、无咳嗽、流鼻水，完全无症状，不过体内吸收高病毒量的病例。这个人他不反应，他跟病毒有点是和平共存，可是和平共存的情况下，它的病毒量如果还是高，它还是会传。如果它变得比较毒，其实反而对防疫来讲，说不定是变成比较好防疫，因为它让你的症状变得明显起来。感染科医学会理事长王立明解说，这无定嘛是患者身体已经适应病毒，不过外界嘛担心将无症状的感染者是不是增加社区群组感染的风险。完全没有社区感染的迹象，目前不用那么紧张了。民众就只能多洗手，反正多洗手是基本的。天气变热会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啦，可是关键还是在中国大陆的状况。专家讲，目前群聚感染的风险真低，确实洗手是安心的关键。我国确诊的18例内面，有1个已经解除隔离，也有2个人第一次采检阴性，目前只剩1个人小可发烧。